今晚我想由一句好多人都講過嘅說話開始嘅，瞓少啲啊，唔緊要嘅，今晚蝕咗，聽日補翻就得。呢句嘢，你係咪都同自己講過啦？聽落好合理噶嘛？瞓覺好似荷包咁啦，今日咧使多咗，聽日賺翻就打和。所以我哋捱夜嗰陣咧，咁心入邊咧都有個安慰嘅，爭嘅，遲啲補得翻。但係今日呢一集，我要話你知一個唔太中聽嘅結論：瞓覺唔係荷包，有啲嘢一旦蝕咗係補唔翻嘅，而你自己仲未必感覺到。講呢件事嘅係一本賣到成行成市嘅書，叫話點解要瞓覺。作者咧就叫 Matthew Walker， 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嘅神經科學同心理學教授，晨間睡眠研究中心就係佢話事。佢做咗幾十年睡眠研究，睇住人哋喺實驗室入邊瞓覺，一路量佢哋個腦。佢個結論好簡單，就話我哋一直以為瞓覺係浪費時間，其實我哋係搞錯咗啦。瞓覺到底喺度做緊乜？但係咧，我要先講清楚一樣嘢。呢本書好紅嘅，紅到有啲講法咧，其實係作者講大咗嘅。所以咧，今集咧，我唔單止會講佢啱嘅地方，去到尾，我仲會同你講翻邊幾句係會誇張咗，唔好照單全收喎。聽完今集，你會有3樣嘢。第一吓，你會知道瞓覺喺你身體入邊實際上做緊啲乜。第二，你會攞到4個同你直覺相反嘅睡眠真相。第三，你今晚上床之前就可以改到第一件事。先講一機制啦。好多人以為瞓覺就好似白色個掣，燈一熄，個人停低，乜都冇發生，等聽朝住返。但係作者話真相啱啱相反。你瞓着咗嗰陣，你個腦最忙，你可以當佢係一間公司，日頭你做嘢，咁夜晚咧拉閘之後咧，先至有一隊嘢跟入嚟執手尾。咁呢一隊嘢咧更加做2件事。咁就第一係執記憶，你今日見過學過嘅嘢，會喺你瞓着嗰陣慢慢歸檔記實入去。瞓得唔好，今日啲嘢咧就好易散咗。呢個唔係作者靠嗌。2007年一個由佢自己團隊做嘅人類實驗發現，學新嘢之前如果瞓少咗1晚，你個腦接收新記憶嘅能力就已經明顯差咗嘅。即係話瞓覺唔止喺學完之後幫你記啦，喺你學之前已經幫緊你。第二件夜間做嘅嘢係清理。有一個講法咧係你深瞓嗰陣，個腦咧會沖走日頭積落嚟嘅代謝廢物。不過咧就我要老實講咧，呢個清理嘅講法咧，暫時主要係老鼠實驗，喺人身上仲有爭議。所以當佢係一個好有前景嘅假說，唔好當佢已經係定論。但係就算淨係計記憶咧，part 方向都已經好清楚。瞓覺唔係停低，係你個身體、你個腦每一晚維修自己嘅時間，維修得唔夠，唔會即刻出事。咁但係會慢慢見數。好，入第一個反常識，好多人會拍心口講，我瞓6個鐘就夠㗎喇，精神好好。你身邊實有呢種人，又或者你就係咁。但係作者話呢個嘢最得人驚嘅地方咧係好多人以為自己夠，其實身體已經跟唔上嘅，只不過佢自己感覺唔到啫。有個好經典嘅實驗，2003年研究員叫一班人
連續2個星期，每晚淨係瞓6個鐘，結果佢哋嘅反應同埋專注力一日差過一日，咁跌到好似捱咗成2晚通宵咁啦。但係最恐怖嗰句咧，佢哋自己覺得好差到咁遠咯。咁點解會咁？因為當你長期瞓唔夠，你會慢慢習慣咗嗰種疲倦，你以為呢個狀態係正常啦，其實只不過你已經唔記得精神真係好嗰陣係點嘅感覺。你可能會問呢，咁係咪真係冇人瞓少都得？唔係，係有㗎。科學家真係揾到有極少數人因為一啲罕有嘅基因，天生瞓少啲都夠。但係呢，作者提醒呢種人呢非常之少啊。換句話講，你中招嘅機會比你想象中呢細好多啊。所以第一個反常識係咁，夠唔夠瞓唔係靠你嘅感覺去判斷嘅。你感覺良好，唔代表你身體真係補救咗。呢一 part 係之後所有嘢嘅地基。第二個呢，就係反常識，同一樣好多人日日飲嘅嘢有關。咖啡，你可能會講，我夜晚飲都瞓得着，冇問題㗎。咁但係作者話呢，瞓得着同瞓得好係2件事。你身體入邊有一種信號呢，會慢慢累積啦，叫你眼瞓、瞓覺就係要清走佢。而咖啡因做嘅事就係走去霸住嗰個位，令你個腦收唔到眼瞓呢個信號。咁問題係呢，咖啡因行得好慢啊，一般飲落去呢，大概5、6個鐘之後先至散一半。不過因人而異，有啲人仲慢好多。喺2013年呢，一個雙盲對照實驗發現就算喺瞓覺前6個鐘飲咖啡因，都仲會實測到影響到當晚嘅睡眠㗎。要老實講，呢個實驗人數唔多㗎，劑量又偏高，但係方向好清楚。下晝個杯唔係冇代價。所以呢一 part 嘅行動啦，好簡單啦。如果你成日話瞓得唔好，試下將最後一杯咖啡、濃茶、可樂推早到下晝頭，過咗晏晝就轉飲冇咖啡因嘅嘢。你唔使即刻戒咖啡，你淨係要換個時間飲。下晝2點之後就當自己戒咗，至1個禮拜，你晚晚嘅睡眠好可能會靜靜地好返。第3個反常識可能會踩到唔少人痛腳，瞓前酒嘅，好多人習慣瞓之前飲返杯，話飲完好易瞓，瞓得又香。咁作者話呢個係一個好靚嘅誤會，酒呢的確會令你快啲瞓着，但係瞓住唔等於休息。酒對個腦嘅作用其實比較似麻醉嘅，多過似自然入睡。喺2013年一篇綜述呢，整合咗多個研究，結論係呢，飲咗酒之後呢，佢下半夜嘅睡眠呢會變得好散嘅，成日扎醒，而且會削減咗發夢嗰個階段，而嗰個階段正正係幫你整理情緒同記憶嘅。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奇怪嘅現象，飲酒嗰晚好快瞓着，但係第2朝反而更加疲倦，更加冇精神啊！咁呢度仲有一句好緊要嘅安全提醒，係咪？如果你有食緊安眠藥、鎮靜劑或者係其他瞓前食嘅藥，就更加唔好夾埋酒一齊落肚，2樣加埋會一齊壓住你嘅呼吸同埋神志，係真係有危險嘅。而且唔好自己亂咁停或者亂咁加啲藥，要問返醫生先得。所以呢一 part 嘅建議係，咁如果你想改善睡眠呢，試下瞓前3個鐘唔好飲酒，想靜一靜嘅，
用杯暖水或者花茶頂住，唔係話一滴都唔可以沾，係唔好再靠酒去幫你瞓嘅。第四個反常識，返去我哋開頭嗰句，今晚蝕咗，週末補返，好多人靠嘅，就係星期六日瞓到晏晝先起身。作者話補返一部分啦，係補到嘅，但係如果你以為平日日日蝕，週末2日咧就可以完全找數啦，咁就係諗得太靚啦。因為長期瞓唔夠對個腦嘅損耗，唔係話你2晚就一筆勾銷，仲有更加得人驚嘅。2024年呢，一個追蹤咗差唔多6萬人啦，用手錶實測瞓眠嘅研究發現，你作息規唔規律，又嚟咧預測死亡風險啊，竟然仲準過你到底瞓咗幾多個鐘，即係話準時同瞓得夠一樣咁緊要，唔好淨係靠補。咁長遠嚟講，瞓得唔好會點啊？作者引咗好多嘅研究，指向一個方向，長期嘅睡眠問題同好多老年病啊都拉得上關係。其中一個大型嘅研究呢，喺2021年出，佢追蹤咗差唔多8000人，長達25年，發現中年時期長期瞓6個鐘或者以下嘅人，日後腦退化嘅風險高咗大約30%。但係我要補一句，呢個係有關聯，唔等於瞓得少咧就實會腦退化，亦都有可能係個病未發作之前呢，已經調翻轉嚟搞亂咗個人嘅睡眠。所以第四個反常識，執翻一句就係瞓覺唔係荷包，你平日欠落嘅債，週末補得翻一部分，但係補唔到全部。與其搏命補，不如日日準時，又俾夠鐘數自己瞓，唔好再欠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兌現開頭嘅承諾。呢本書好紅，但係有幾句最出名嘅金句，其實係作者講大咗，之後俾學界點名批評過。第一句，瞓少過6個鐘，會摧毀你嘅免疫系統，令癌症風險翻倍。呢句冇足夠證據撐。後來一個過百萬人嘅大型分析，並冇揾到短瞓同癌症有咁嘅關係。咁所以癌症翻倍呢個講法唔好信。第二句，瞓得越少，命就越短咯。真相冇咁直線。研究見到嘅，其實係一條 U 型，太少瞓梗係唔好，但係長期瞓得過長啦，一樣同較差嘅健康拉上關係。最啱嗰個位，大約喺7個鐘左右，不過每個人唔同。咁成年人呢，一般係7到9個鐘。仲有第三句，話世衛宣布咗睡眠不足流行病，其實查唔到有咁嘅官方宣布。點解我要特登講返呢啲？因為我唔想你聽完一集就攞住幾句嚇人嘅金句去嚇身邊嘅人。本書好嘅地方好多，但係好嘅嘢唔使靠誇張去撐㗎喇。呢個都係我做呢個頻道嘅原因。講埋一樣好實用啦，但係好易被忽略嘅嘢。如果你又或者你枕邊嘅人瞓覺啦，打鼻鼾啦，打得好大聲，而且咧就中間好似會窒一窒啦，忽然透唔到氣，再加埋嗰日頭咧係極度眼瞓啦，成日釣魚，呢個唔係淨係打鼻鼾咁簡單，可能係睡眠窒息症啦，係要睇醫生嘅。同樣，如果你已經長期失眠嘅，瞓喺度好耐都瞓唔着，又或者你一直靠安眠藥瞓到啦，呢啲都應該揾醫生傾。今集講嘅係生活習慣，唔係攞嚟取代治療嘅。好，執翻一次，今集4個反常識。第一，你感覺夠瞓，唔等於真係夠。第二呢，下晝嗰杯咖啡會偷走你今晚嘅睡眠。
第三，瞓前呢酒係麻醉，唔係休息。第四，瞓債補唔返，準時同瞓夠一樣重要。你發現冇？四樣嘢，冇一樣係叫你買嘢，全部都係喺你已經做緊嘅事入邊改一改個做法啫。如果今集你淨係記得一樣嘢，我諗你記住呢樣，今晚揀一個你做得到嘅上床時間啊，同一個固定嘅起身時間，先7日，準時之餘啦，都要俾夠鐘數自己瞓。3、2、1，今晚就試，因為瞓覺唔係浪費時間，係你個身體同個腦每一晚維修自己嘅機會。你對佢好啲，佢會用第二日嘅精神慢慢做返俾你。如果覺得今集有用呢，一個例幫我頂上去，等多啲陳太睇到。身邊如果有人成日話我瞓少啲都冇所謂嘅，不如 share 呢集俾佢。下集我哋會再拆解多一本好書啊！記得訂閱，開埋個鐘，下集出嗰陣揾得返。最後要講清楚一句，今集講嘅全部係書入邊嘅內容同研究，唔係醫療建議嘅。如果你有任何嘅身體狀況，或者正喺度食緊藥，請你同你嘅醫生傾。唔好用一本書取代一個醫生，特別係如果你有長期失眠啦，日頭極度眼瞓，或者係懷疑自己瞓覺會窒息，改變習慣之餘呢，都要揾醫生睇一睇。仲有一句好緊要提你，如果你成日日頭極度眼瞓，揸電單車嗰陣就特別危險嘅。眼瞓揸車，其實同飲醉揸車一樣咁高危，唔好夾慢揸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保重身體，我哋下集見。